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3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在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低压带影响，咱台湾附近是透偏南风，各地天气较无稳定，咱同齐看温度。东半部恒春半岛今仔日不时会有谷底渐阵雨，也是雷公雨。伫西半部含各地头的山区，嘛有可能有短时间来的强降雨，也是大水雨。也若温度的方面，各地头今仔日的高温大约是伫32度至34度，无落雨的时，也是感觉高温烧热的天气。另外，乡亲嘛爱细致，日时紫外线的指数会达到过量，也是危险的级数。乡亲若是有要出门，一定爱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避免热伤害。凯比风台吞大南台湾，真侪所在拢淹水，在后即马也搁咧抢修。亲像台电的工程车，一八早起的时有行便道入去阿里山要抢修的时，煞来并车，加载是无人受伤。另外，台水公司伫美浓的营业处有2个员工入去六股的中行李要修理的时，是去拄着水崩山，因是赶紧逃生。加载无代志，验过2个人讲到即件代志，也是心惊惊。真侪通尾高啊，为山顶冲落来，嘛冲真侪树挖落来。高雄六股区中行里因为风太侵袭停水，台水人员第2日趁雨较细出动巡查，一连启动备用水源，就伫个途中拄着山沟出现真侪土石流。当时未付刷开工程车，车等下紧走，尾啊车就去互土石砍去。离山水越大，我们从车倒车不及，我就请同事就先行赶快离开了，就把。来不及倒车回头，就先行离开，往那个安全的地方逃离。员工讲，车到现场时阵，就发现土沙水流出来，村民捌甲讲这是土石流的警讯，判断爱随铁力才救回一命。当地里长表示，目前江水已经恢复，不过持续伫落雨，山区的道路也是真危险。我有跟你们说，只要下雨下很大，差不多1个小时、2个小时，你们一定要跑掉，你不要在这边了哦，不然会溃堤。在后抢修，因为路况真差，台电工程车嘛伫阿里山发生并车意外，2八早起工程车行便道进入灾区抢修，好亲像落雨了后拢悬悬出去，并落山坪下骹路面4连向上天，好佳在2个人拢下安全带，无受伤，顺利脱困。事发地点那边是下坡，另外，它那个整个都是。台风的关系，路面都有很多落叶，所以车子阻止的话，很容易打滑。台电表示，到29下晡，全台湾甘村嘉义县769户，也甲高雄市119户还未复电，主要是山区道路受损严重，工程车才大型工具机无法度入去。为了加速复电的时候，不少当然是家己用行入去，派一寡抢修所需要的装备甲材料到事故的地点进行抢修。记者综合报道。也若高雄市的山区南马社毋若失电，即马对外交通总算无替代道路。也若连外道路，目前台29线南马社路段和台20线南怀公路是路拢断去，公路局正在抢修。停电的情形，目前南马社电力已经恢复90%。这一台货车顶管载米、面、牛奶粉等等的生活物资，当时要载去山区，互南马社居民，互因感觉担心，因为凯比风太风雨，造成南马社往桃园甲甲新的道路袂通，连网路嘛断去，居民的生活是真歹过。加在南马社代替连挂道路已经通啊，因通为高129线探去台3线的大埔桥，往家己的方向出来。又没水没电嘛，没电大家有发电机的又要下山买油。这几天冰箱的东西都吃完了啦，有东西补给的话是比较好。公路局2八统计，高雄山区也有7路段断去，包括台20线南怀、台29线南马社等等的路段。毋但南马社居民受困，桃园区阁有400多户居民留伫部落。因为民北铁路更便桥嘛，互大水冲断40公尺，到搭阁无法度通车。目前公路局当咧抢通梅山口甲向用的路段，毋望31号通完成。到梅山口这个路段的摊方清理，我们希望在这2天内赶快让民众得以往外去购买物资。除了路袂通，山区失电3天，经过台电人员抢修，29甘那村南马社、甲仙桃园有119户电业未来。台电表示讲，北边下暗通正常供电。今日上午为止，我们已恢复了主干线大部分的用户供电，
努力达成今天全部供电的目标。因为受到低压大影响，南部这几天山区过落雨，目前公路局针对抢修的路段有管制，请民众爱加注意。记者钟义辉、顾朝阳高雄报道。凯美风台造成南部的灾情真惨重，中央和地方即马拢有提供受灾户的补助。高雄市政府就宣布，饮水超过50公分以上的中级收集户，中央加上地方的补助，一户上济会当领4万5。若车浸水、拖车的费用，还有灾民安置的费用，政府嘛拢有补助。监理所嘛提醒民众，车若浸水要修理，会当先去办理停驶，安尼暂时就唔免扣牌照税和燃料税，嘛唔免保强制险，安尼就当减轻民众的负担。8月上半日，高雄三民区这栋积水上严重的大楼，水准讲消退，地下3楼也是4架拢悬悬爱大整理。要做善后，就是说，在这个第3层楼的这个淤泥的部分、清污的部分。浸水车饮水的时阵有漏气，有一寡塌伫入口，有一寡烧塌。拖吊人员爱先刹车，才有法度拖走。这车为送去维修厂，为停伫附近的学校。全部予黄土砍去的车，敢有法度维修也是问题。有一寡民众规期报废。那个东西哦，泡到水，那个里面的行车电脑什么那个都坏掉。你再修也是没有用。跟监理所这边来报一个停驶啊，等到车辆修复完成了以后呢，再把车牌再领回去哈。那这段时间的相关的税费我会停止。监理所建议民众浸水车若是会当修理，会当先办理停开，减少牌照燃料税负担。风台受灾者有哪有补助？灾害的这个认定啦，吼，咱这个由咱李干事吼、甲里长吼主动来做登记。高雄针对饮水超过50公分的家户，上悬补助一户4万5，50公分以下5000至15000。若是浸水车甲浸水车拖掉，有哪有补助？因为风台断水电都爱带旅馆，嘛会当申请。屏东饮水50公分以上是上悬补助4万5，台南饮水50公分以上的家户嘛是同款的金额，饮20至50公分的补助上悬15000。若是饮水20公分以下家户提供低收也是中低收入户的补助，浸水车补助比较高雄，嘛提醒民众会记要翕上留存证明资料，才会当加紧申请的速度，赶紧领到补助金。记者综合报道。凯美风台雨水真高，高雄25座下水池和119条区域排水拢填起来。到底嘛，互人质疑讲，这排水敢有功能，敢有效果？学者是认为讲，即届的饮水和排水沟、下水池拢无啥关系，主要是因为极端气候，雨水落伤凶。学者嘛讲，即马极端气候影响，真侪国家拢已经无在追求安怎做袂饮水，颠倒是在重视安怎做水会较紧摕，会当减少灾害。风台过了后，头一个公部门上半日，高雄仁武区公所仁武区原来里活动中心真侪询问饮水补助的民众。重机都好烂，重机才骑乘车，对啊，摩托车。大概损失多少钱？你们有自己？应该有近100万。凯美风台落正大的大水雨，造成高雄真侪所在淹水。25专区119条区域排水甲25个断水池全部满水位，嘛无法度消透出去。到底断水池敢有法度发挥应该有的功效力？我觉得不是下水道的通洪量不够，也不是种子做的不够多，最主要是在原因是因为降雨太极端了。现在世界各国的做法多半都是朝向比较软性的，好，比如说我们不去要求说完全不淹水，而是说提高我们的韧性。专门研究都市淹水的专家认为，这个主要是极端降雨造成的。总讲高雄排水系统的规格，经过最近这几年的建设，已经未输其他先进的国家。不过也是适合极端气候，建议政府治水方向，除了面对淹水灾情赶紧排除，降低灾害，民众家己嘛爱有防灾减灾的知识。市政府统计，高雄大楼加透天建筑地下室淹水拢总376栋，嘛造成真侪车浸水。民众这期首先无开放高架桥防停车，已经开放了309处的临时停车据点，大多是在各级的学校校园内，还有红黄线，那包含中都桥、愿景桥等，也都开放民众于风灾期间临时停车。高雄局表示，风台期间开放真侪临时停车据点，未来也无排除会甲国道纳入考量。记者综合报道。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调查局伫今年3月份接到海关通报，讲有一批辽国来的家具，内底藏525公斤的安非他命和K他命，乌市的价值达到21亿。检调掠到2个泰国嫌犯，佮掠到协助处理报关的一个细小的台湾人。台关心自由时报，咱国人真爱啉手摇茶，逐年拢会用到塑胶饮料杯啊，超过41亿个。环境部伫10分就对外宣布讲，对今年9月份开始，咱全国的饮料店禁止提供塑胶杯啊，互人客。安尼，咱国内逐年就当减少7亿9千个塑胶杯啊。来关心联合报，一只中国渔船今年2月14日时伫金门海峡闪咱海巡追查的时并船，嘛造成2个中国渔民死亡。这个案经过166天，中国的家属代表昨昏已经到金门啊，今仔日会签署协商的共识，咱会甲遗体函予对方，嘛会甲渔船函予对方，则佮予死者家属每一个人人民票150万，大约新台币680万的慰问金。宜兰的渔船富新号是哪亲像爬过界走去日本海峡掠鱼，渔船和8船员即马是拢互日本押去。日本要求船头家爱交32万台票，也若所有渔会透过民间直接，目前知影船员是拢平安的。也若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详细情形爱等船长转来才有法度了解。船员伫船顶赶紧整理设备，为下一摆出港掠鱼做准备。毋过，佮传出有台湾渔船和日本国务船停检扣船。宜兰籍复兴渔船2日下晡，疑似因为走入去日本海峡掠鱼，船顶台籍线上船长7名台湾船员甲船只，拢互扣往就湾岛调查。来求救，就是说日本这跟他碰撞，甚至登船要检查啊。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船长比较清楚在日本的方面是说我们业界来去捕捞渔获的问题。陈春生讲，船长家属希望人船能使平安回来。渔会经由民间管道甲日本交涉，知影8个人拢平安。报案所在确实是日本所属海峡，不过到底是无海通过，也是伫掠鱼作业，也搁在调查。复兴渔船2日下晡4点10分，伫北纬24度33分，东经122度36分的所在，离所有40海里，互鱼界线外口5海里，互日方停检。经过咱方甲日方交涉，渔船敢若进入日本领海作业。渔业署讲，依照日方停书，交担保金150万块入票，大约台票32万块，人船就使得到释放。据我国驻日本人员查报，该船因为进入日本与那国岛12里领海内违规作业，遭日本海保厅公务船发现并取缔，要求在船东缴纳保证金后，尽速释放人船。陈春生证实，船头家已经把担保金赔予日本，不过因为要停驶爱行，推估30人船有希望释放回来。强调船长回来台湾了后，若是受到委屈，会向相关单位来申诉，渔会也协助。如果若是越界掠鱼，就应该接受相关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和日本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会谈有发表联合声明，讲中国是目前上大的挑战，嘛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对中政策下国会联名的峰会，今仔日会伫咱台北举办。今年的主题是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也毋过，就风声讲中国尚无有去威胁6个国家，叫因毋好参加。现场一直拍破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年度峰会，3月头一摆刷到台北来举行，有23个国家、49位各国国会议员来台湾，也是历来上大规模的议员访台团。今年以台海和平甲稳定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伫到接见 IPEC 访团，特别讲到访团来台湾，正拄到非常重要时刻，台湾正努力提升自我防卫。And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ideas and thoughts about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our common and shared agenda of ensuring democracy, peace, and prosperity. 台湾虽然不是会员国，不过总统赖清德受邀请3日发表演说，展现 IPEC 对台重视，引来中国的不满。美联社报道指出，至少有6个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议员莫来台湾参加峰会。They have been sending text messages. They have been bombarding, harassing MPs with phone calls to try to get urgent meetings in order to tell them that they should stay away, that they should not
come to Taipei. They contacted president of my political party. They asked him to stop me to travel to Taiwan, and he sent a message to them that he cannot stop me. I'm free member of parliament to make decisions. 包含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洛伐克、北马其顿、波士尼亚、加赫塞哥维那这些国家，拢受到中国紧急会面的请求。外界解读，中国想要威胁各国，借此来孤立台湾。不过，台海安全真受到国际注意。美国、日本李家利会谈28日东京停场，日方外长甲防长出席，美方由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参加。为了联合声明，国际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搁剩100天，美国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共和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川普和范斯，因就去民主党的地盘明尼苏达州去造势，针对非法移民犯罪问题，批评因的对手何英丽。另外，即马有民调是显示讲，伫美国的18岁至29岁的选民对何英丽较支持，支持度有47%，赢过川普34%。大选投票倒剩100天，共和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川普甲范斯的竞选造势活动，为无明确的州到中西部民主党的铁票区明尼苏达州。庆祝事件了后，对外讲家己有获天使保护的川普，而拉伫佛州的西藏路海沙堡出席保守派宗教团体转折点行动峰会，对大咖的基督教徒讲，你作为伫11月当选，因就唔免搁投票。And again, Christians, get out and vote. Just this time. You won't have to do it anymore. 4 more years, you know what? It'll be fixed. It'll be fine. You won't have to vote anymore, my beautiful Christians. I love you, Christians. I'm a Christian. I love you. 另外一方面，拜登退选了后，快速整合党内各方势力的候选人，正式竞选的头一礼拜，都募到破纪录2亿美金的政治捐款，也吸引超过17万的新义工加入伊的阵营。MSNBC 新闻上新的民调显示，伊伫18至29岁的少年选民内底，候选人以47%的支持率赢过川普34%。6月28，川普甲拜登头一场电视辩论会后所做的同款调查，川普是以36%领先拜登的27%。We're the underdogs in this race, but this is a people power campaign, and we have momentum. The day after I announced my candidacy, we saw the best 24 hours of grassroots fundraising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 history. 常常和美国脱秀主持人以无声音的副手、无领袖魅力的副总统头衔的候选人 ABC 新闻28公布的民调，讲选民对伊的好感度为1礼拜前的35%升悬到43%，川普的好感度是为40%降到剩36%。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俄罗斯自2017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战争即马已经拍2年半。美国国防部伫今日宣布，要提出美金17亿，大约是新台币558亿的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方案，其中内底嘛包含乌克兰部队即马上欠的防空弹药和炮弹。来关心俄罗斯昨昏发生一件重大的交通事故，这是一台载800人的火车伫半中途和一台卡车相撞，火车败马，目前知影有2个人死亡，超过140个人受伤。来关心英格兰西北部发生攻击事件，凶手是举刀杀人，造成2个囡仔死亡，11个人受伤。凶手有抓到涉案的凶手是一个17岁的查甫囡仔，那伊犯案的动机，即马爱去了解。镜头转来咱国内继续关心凯比风台扫过了后，就大水雨，山区嘛陆续传出灾情。真像伫德鲁古的国家公园附近的山壁，礼拜是放假真厉害，真热。就烦恼附近的部落有危险，公所透明要求当地人撤离。28暗6点外，德鲁古国家公园入雾溪北边的山区，规片山壁放落来，一直到早起还佫伫咧放热。加上凯比风台25登陆扫入来，要去总德村的山路，规条拢是落来石头。这边大概有20米都盖住了。你看这个灯木墙的全部都那个跑掉了。前山盖就一直落了，后面昨天就更厉害。那你们现在都撤退没有啊？昨天有撤，然后不敢睡嘛。
因为放弃的所在下骹就是富社村12人的部落，拢总有25户，114个人住伫遐。居民虽然已经退离去利物溪对岸富社国小来避难，不过放弃的区域看来有愈来愈挖近部落的情形，居民生命安全嘛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要迁村，怎么要迁村？叫我们不要住这也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祖先的地啊，叫我们迁哪去？公所强调讲，若是德鲁古口附近无安全，秀林乡山区伫4月初3地震了后，有真侪山区的岩盘也无稳定，加上凯比风台带来大水雨。目前包括3站、中德甲富社村等等的部落拢有危险，希望政府都要重视。我是希望太鲁阁国也要去关心你们所辖的这个区域啊，是不是影响了所有住户的居住安全？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跳出来，好跟我们公所来这边做结合，好包含水保局。居民表示，就算退离去富社村嘛无一定安全，因为挖近阿年矿场的10人嘛烦恼可能会放弃。加上了后，可能还佫有风台，敢会对德鲁古山区造成佫较大的威胁。公所目前还佫伫协调，希望会当有地点会当安置。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3，花莲发生大地震了后，即马台铁北回线是变甲真难，尤其是河仁到中德，若是见摆落大水雨就会崩山。有学者就预估讲，未来的7、8档佫会继续崩。交通部即马已经要求台铁要启动相关的安全评估，其中嘛包含敢要改路线的可能性。按算伫年底就会提出评估报告。土石完全砍掉天气路，还未清完佫一流路就台铁中德甲河仁之间抢通机场一直延，目前预估要到8月初3才会当抢通东正线。交通部长李明岩表示，经过勘查发现，铁路位置上低所在比公路路线也较低，土石流甲路石开发生，已经请台铁研究，希望会当找到更较安全、更较有韧性的路线。也许是原线去做加高的方式，或者是相关的改线，那这个部分会做一个长远的评估，那让台铁在出发这一段更具有韧性。台铁正式已经启动相关灾害路段安全评估作业，其中就包括改线的可行性。会伫今年底提出初步评估报告，地质学家分析。中德甲河仁之间会当用的路廊真下，无可能往海岸线，只会当来溯，一定爱乌山出图。这需要先进行地质调查甲风险评估，都爱用真长的时间。要打隧道这种工程就是，所以这么大一个工程在这边要改线的话啊，那开始他必须要做地质调查，才知道说哪边危险哪边不安全重要。那调查完了以后，大概还要经过环评，完成的话，从现在开始的，大概要7年8年这种时间。风台省等除了北回线、河仁甲中德中段、冲管线、嘉义甲新营也未通，台铁继续以公路专接，不过有未少民众反映 APP 有晚当电话，坐车较知影局部未通，爱由公路来专接。不知道，我是今天去那边买票才知道，绝对会耽误，一定会耽误的。路线中断影响列车调排，台铁表示，列车变做会因为减收甲临时调排需求移动，车长会协助引导旅客安排座位，造成旅客无方便，感觉真失礼。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新闻来关心嘉义县沿海饲蚵仔的渔民，即摆是受到大流和风台影响，亲像布袋、东石蚵仔产业损失真惨重。嘉义县县政府就评估讲，损失的金额可能是超过1亿6,000万。原本应该爱伫海上的乌边仔，风台过了后，拢互海鹰拍起来伫岸边。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即届风台造成乌边仔的损失真严重，农业部已经针对风台带来的损失办理救助甲加利贷款。有损失加济，比去年较济加济。那这一次台风的受损非常严重，那经过我们勘灾的一个结果啊，那有8400棚的福法式科棚受损，那平瓜市也有300公顷以上的面积来受到损害。即届风台拄好拄着电流，大风甲大影甲外海的乌边仔拢拍到海去。当初甲布袋一寡蚵农或者是餐厅业者，嘛表示即届风台的损失真大，对中秋烘蚵仔的需求可能加减会有影响。咱来台湾拢少咯。就减破足侪蚵仔。减破足侪。
品质一定要顾好的啊，所以应该绝对是也无问题啦。但是可能会愈来愈少啦，物件因为损失太严重了啦。家己县农业处表示，因为风台损害乌病仔，乌病仔的乌病现金救助是1病6000，家己贷款的额度上悬是4万，倒病仔的现金救助是1公顷3万3，家己贷款的额度上悬是1公顷20万，希望会当减少鹅农的损失，协助产业的恢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因为中华嘅保盐溪湖，即马在一场受损害，农民即马有钱嘛买无，还有伫鹿港，即做五金的业者是河水因甲密密麻麻，爱报废报销的物件会了上千万。将伫丰原的外海蚵仔白共款拢互草啊茶砍掉咧，嘛有9成拢害去。温室厝顶雨风吹了涂骹要饮水分裂。有一寡高丽菜菜栽叶外佫黄记情形，凯美风台季经了后，中部的菜栽场也受到影响。想要复耕的农民赶紧买这菜栽想要种，市场却是供不应求。伫中华保盐甲溪湖有3公顷的菜栽业者讲，要先出货来满足进前的订单。风台季了后，复耕的需求暂时无大来供应。它被水淹走了之后重种啊，但是它之前并没有定苗，所以它临时去找那个有库存的苗会不好找，因为现在几乎都是订单制的生产，所以比较没有库存的菜苗。用真侪清水来洗这个水果金的零件，不过依然是无多入到供货进度。中华鹿港顶环埔地区是全台上重要水果金生产的所在，一年有大约600亿产值，这摆也受灾真严重。有业者干那产品报废损失就上千万。啊，拢土啊，拢水啊，水袂起来，再会报废了算千万嘞，再报废。这2卡柜啊，45尺要出拢无通出。丰原外海海坪所在，大约500多公顷的蚵仔田，互草甲树枝以及水稻草砍掉咧。蚵仔毋是被冲走，就是互稻草甲烂土袭死，超过9成的蚵仔田拢毁掉啊！损失无度估计。离港渔业署甲民意代表来勘灾，希望中央赶紧提出补助做法。你啊看少安尼，少安尼一片这片安尼，都看看安尼，哦，真痛苦的啦。后端的部分还有所谓的低利贷款，那这一次的部分，农业部对于所谓的半年天灾免息的部分，不管是新贷还是旧贷的部分，再来就是水试所其实也有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后端要做护园的一个基础服务的部分也都要投入。渔业署强调，一旦中华管府停补受灾统计资料了后，补助平半式蚵仔田1公顷3万3，另外佫提供20万块的低利贷款，救助详细情形的前进来工具，协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国检署是提醒讲，最近有网青伫网络顶观察了黑白讲少年人会当去国外关卵子也是精子来趁钱，也毋过事实上，安尼有可能去达到当地法规。但是发现讲咱国人有人去做中人牵狗仔，安尼嘛可能会是违反人工生殖法，上当会互关2年。最近有不少网青伫社群平台发文，鼓吹到国外捐赠精子卵子，那会当免费出国旅游，也会当趁真悬的营养金，轻易秀来做刷工的少年作文。没有捐卵过的那个资讯，感觉要先做好功课再过去。可能会想说了解一下，但还是会评估啦，还是会评估状况。医师表示，女性捐卵子并不是甲捐血同款轻松简单，因为过程可能产生两组过度反应症候群，会有腹水甲喘气困难等现象，那严重也可能无命。严重的卵巢过度反应症候群，那这种甚至需要住院啦、抽血啦，而且有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如果说你是处理得不好的话，国检署也警告，到国外捐精卵风险真悬，中国是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捐卵行为。就算是美国，那器官工签证所去做医疗行为也是违法的。国内业者那违法中介盈利，相当会当处100万罚金。如果真的有从事盈利跟中介的生殖细胞的行为，那依照这个人工生殖法的规定，是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20万到100万的罚金。根据国内人工生殖法规定，捐精卵有年纪限制，男性20到50岁，女性20到40岁，要经过人工生殖机构检查评估。虽然捐精卵不是商业行为，也毋过捐精者会当领营养金，捐精上悬会当得到8000，捐卵是上悬9万9。
建议民众关键乱进前，爱先甲医师充分沟通，了解相关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府伫2021年的时，行政院有通过国家儿童未来馆的建设计划，打算要投入165亿来起国内第一、世界上大的儿童馆。按算伫2030年会完工，要起伫邦桥。昨昏就立委针对儿童馆未来规划开座谈会，有民间团体针对内底空间的规划、导机环境有提出真侪具体建议，嘛呼吁政府爱真正徛伫囡仔的角度来思考。为着要有一个以囡仔做主体来培养未来世代创意思考甲探索的空间，行政院在2021年通过国家儿童未来馆建设计划，这是台湾头一个国家级的儿童场馆。为着要收集意见，立到民进党立委就文化部筹备处和这些民团来开座谈会，针对儿童未来馆的规划，有展览、多媒体活动、科技体验等10外区。有民团认为，安尼看起来是真丰富，不过因建议爱有互囡仔自由发挥的空间。我们可以提供适当的留白空间跟素材，让儿童能够自由的发挥创意，可以做一些制造游戏。除了给儿童自由，我们也是告诉大人，我们要对抗陈旧文化。另外，有台语亲子团体发声，建议场馆也要考虑无共族群的语言使用。所有的标识会当用多语言来展现。第二，即马除了华语之外，咱其实咱拢知影，咱的母语、本土语言拢有传承的危机，所以嘛建议馆内咱的活动，是毋是语言使用的比例会当照顾到这个部分。也若筹备处是回应讲，目前专家委员会已经开38场，因会甲这意见收集整理，甲大家构成一个合作的群组，做伙来达成共识。不但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大型游乐场，我们更不希望它只是一个展场。好，我们更希望它是一个为儿童而创立的一个具有能够对儿童能够做研究，对儿童的行为能够做了解。这个国家儿童未来馆打算起伫咧邦桥，要服务0至18岁的囡仔和青少年。文化部要开165亿的经费来建设，按照明年底完成招标，2030年完工。民团呼吁政府爱真正徛伫囡仔的角度来思考，才袂变出一个无人用的盲仔馆。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台语内底有真侪俗谚语，拢是生活经验的练习，嘛是充满智慧的民间语言。中华县的文化局就邀请文书工作者陈武龙老师来开课，举办台语俗谚语的教学，互民众来入捌台语俗谚语的趣味甲内涵。目睭看悬文化局在目头，所以这种常常咱用听到对吧？但是伊的意思啥物，其实拢唔知。详细解说俗语的意思，有咧讲人情世事，嘛有加计算相关的俗语话。中华县政府邀请文书工作者陈武龙老师开课，教民众认捌台湾俗语的趣味甲内涵。常咧讲文化，伊是包罗万象，也是包罗万象，伊包含着食、大、清、英。甲语言怎样日会甲大家来报道开讲，互相来探讨着这四句联，啊，甲咱这俗语。陈武龙老师表示，为俗语会当看出一个时代民族的发展甲生活，会使讲是民间的文学。亲像买卖算分，小请无论，意思是买卖还买卖，请人客还请人客，唔通揽做伙。短短两句话，讲出做生意甲交配的道理。这拢是较早古早人留落来的语言，咱若即马无搁继续来学习，即马囡仔就无啥了解。其实我伫厝内底有咧讲台语，但是我的英语较无通，所以我上这个机会要来听看卖啊。中华县文化局表示，过去因举办过侪亲子的台语相关活动，这边特别安排台湾话的俗语教学，希望把台语文化推广给无共年岁的民众，互大众认捌台语的水气甲内涵。嘛，毋望即寡真有人生道理的俗语话，会当继续伫生活中定定提出来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阳明交通大学的团队和作家王春子合作，用日本时代启迪新竹的第6燃料厂做主题出版绘本，佮有用台语、英语和日语3种语言来读绘本的故事。我曾经是新竹宾馆顶上悬的演堂，人甲我号过过来的名，有阮东莞、710甲刘然。
以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做主题的绘本，写过去6年的历史，内底唔但有精彩的故事，而且透过绘本顶面的 QR code， 可以当听到专业老师用台语来讲故事，读互大家听。用当初时住伫这个大烟洞内底眷村的军人吼，啊，佮有遐个囡仔吼，啊，佮有遐个邻家来讲，迄当时因住伫内底的状况，甲遐个情形、生活的状况，啊，就是透过这个较生活化、较趣味吼，也是讲一寡囡仔是讲大人的角度吼来讲这个故事。除了讲6年的故事，阳明交通大学团队嘛特别带大家来到第6燃料厂附近，来认捌目前住在大烟洞内面的神魔夜婆。我们觉得故事其实是让亲子更能快速理解这个蝙蝠的生态，所以其实借由故事可以让亲子他们一起对于这个蝙蝠更有认同感，然后更童趣，然后可以更亲近。所以我们就先借由故事，然后再加上实地的，让大家来去看真的蝙蝠飞出来的样子。带囡仔来听故事啊。啊，还有让活动，我觉得感觉袂歹啊。有一班活动，互囡仔来，啊，知影讲，越南的新店嘛是有这种生态活动，我感觉就好诶。对，啊，还有老师念册互你听。民众讲，透过绘本故事，加上现场导览活动，大家对第6燃料厂过去的历史以及神魔夜婆有了更较深的了解。记者狄君豪新店报道。昨昏旧历6月24是关圣帝君生，台北嘅文殊公庙对2014年开始就无家乡拜拜啊，甲打嘛已经10年啊。昨昏真侪信众就用双手拜拜，甲文殊公祝寿。台北市文殊公庙信众真多，大家双手拜拜，诚心诚意向关圣帝君参拜。旧历6月248月11天是关圣帝君生，民众专工来拜拜。行天宫为要推广环保，对2014年8月开始就动是禁香令，无念香拜拜也经10冬啊，民众也拢已经惯习。这个软化的问题啊，所以讲，咱这个宗教。有对着咱这个时代的潮流，我是感觉讲安尼真好。安尼环保，我觉得非常的好，很干净，这足清气上，足庄严的。行天宫表示，将是地主善男信女伫透早6点半就来拜拜。这奉祀是关圣帝君，为要推广文殊公长期的信念，行天宫表示，甲真侪传统的庙事无同，这无烧金，无拜三星，无庙会，无社神，无拍金牌，无添油钱，无行李，嘛无动机。生命要保庇咱世人，看的是咱社人世人的心，甲咱世人伊的行为的好歹。所以其实咱文殊公庙有推动，咱的敬神观念就是啥物？以敬神来拜神，以问心来敬神，以修德来礼神，这3种的敬神观念。今年关圣帝君生拄好是天赦日，民间信仰认为是祈福忏悔、开荤的日子。文殊公庙表示，宗教会当安定人心，也是劝人向善，也强调拜神上重视反省改过、行善甲积德，若诚心诚意，神明会甲你保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去巴黎看巴黎奥运文化奥运的台湾馆。7月27开幕了后，提供真侪台湾特色的食食，嘛有真精彩表演。其中台湾族的歌手阿宝就用母语来唱歌，让全世界的游客伫这个所在感受台湾的热情。台湾族歌手阿宝用族语伫法国唱出台湾的歌声。巴黎文化奥运的台湾馆伫7月27正式开幕，由4组团体轮流上场。包括电音、传统乐器、含女子马戏，也那最后一段是阿宝阿敖带动全场用无需要翻译的节奏，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热情。我觉得跳舞是这样，它会很快可以打破隔阂，音乐是。然后你开始跳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了，就不用解释太多，就很棒。他就会记住这个馆里面有很棒的表演，这样。
阿宝和团队总共演唱10条无语的创作歌曲，结合族语、台语和华语等等，让世界看到台湾族群的多元性。另外，咱的台湾馆也准备限量500份的家己茶啊礼包，让外国朋友拢通吃到真主领地的鸡仔饼和台湾美女。Okay, 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one? No, never. Do you like bubble tea ice cream? Yeah, we like it. We love it. 虽然开幕即天天气无介好，有关去饮食情人来，台湾驻法国大使也真欢喜，会当和世界分享台湾文化。他们就是不太了解台湾，所以现在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嘛。因为台湾过去有名的，当然自由民主啊，半导体，面对中国的打压，然后找出自己的出路嘛，哦。所以他们现在对台湾的文化，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另外，国际中嘛分享讲，这外国朋友拢真学到今年奥运台湾队的服装设计。伊讲台湾毋但半导体甲真主领地，台湾馆到7月初8拢有无共款的艺文表演。草团的文化部表示，咱要透过文化奥运向世界展现台湾嘛是一个文化的大国。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是32度。外岛27度至3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